即阵若要去东部旅游的民众，就要注意，在1月开始去东海岸小野柳、嘉罗兰风景区停车，就要开始收停车费。东管处表示，因为游客愈来愈多，需要管理，目前先规划这2个停车场来收费，再个评估看卖其他的停车场敢是同款拢来收钱。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管理东海岸的范围达到168公里，有8个游客中心、70个游客景点无证停车，拢无收停车费。少部分设有卖场的游客区收清洁费。也毋过，即马民众旅游开车、骑车愈来愈多，东管处可能停车要落地管理，避免造成乱停车。在1月开始，小野柳甲嘉罗兰风景区停车空间变更做停车场，委托平安公司以车牌辨识方式收停车费。 我们是申请停车场了。之前我们是这个清洁路园的清洁服务费，那现在以停车场法来收费。嘉罗兰因为它的服务设施比较少，所以它的这个收费的这个费率会比较低一点。保证2个地点当日装停车管理设备，也公布收费标准，计处收费。小野柳风景区机车停车平日15块，假日20块；小客车平日50块，假日60块；大客车平日170块，假日200块。 那嘉罗兰风景区因为设备较少，收费较少，有游客认为会当接受，也毋过也有游客认为不合算。我觉得还 OK 啊，因为反正使用者付费，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意愿啊？应该多少会吧，因为大部分路过的可能都下来的几分钟而已。 东管处表示，目前这2个景点当年涌入60万进出，为着卖造成停车乱象，以使用者付费原则管理，会当提供更加好的服务品质。民众应该会当接受，未来也会考虑其他风景区也采用停车收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